真是朝如青絲，暮成雪。转眼又是年过去了，这次不出计，复是化凡，收成金丹，长生不老。没想到这一次入世修行，竟还有个曾孙女一直陪着我。这女娃生于冬至，嘿，以后就叫冰雨吧。丫头，叫太爷爷，你听听。太爷爷，别放心，孙女以后一定会好好工作，早日让你过上好日子的。好。欺辱我孙女，找死！帅哥，你谁啊？你有没有看到我太爷爷刚才就在这个病床上？哎呀，你个死丫头，什么帅哥呀，没大没小的，老子是你太爷爷啊！麻烦你看你这副尊容，我承认是挺帥的，但是想占我便宜门都没。你要是我太爷爷，我还是你太奶奶呢我！哎呀，傻丫头啊！你太爷爷我返老还童了，你認不出來，當然是很正常了。你真當我傻呀？你怎麼證明你是我太爺爺？你太爺爺我記得，你10歲的時候放學回家，又怕被壞人跟蹤，你呀就在樓道裡學狗叫，一邊狗叫一邊回家。還有，你13歲的時候調皮，給家裡的雞下瀉藥，你爸當時殺雞吃，結果在澡堂當眾爆了3天爆，這事你都忘了？要不是你太爺爺我攔着，早就被你爸打死了。還有，你15歲。好，停，別說了，外面人多，小聲點，別被聽到了。不過你這麼年輕，真是我太爺爺？不會是吃錯什麼藥了吧？哎呀，不信你看，這照片是不是你爺爺和我的合照？我說，這好像還真是太爺爺呀。不過這麼神奇嗎？一下年輕了幾十歲。瑤瑤，我太爺爺返老還童這事兒，你可千萬別傳出去啊！我怕傳開了，我太爺被別人抓出去做實驗呢。你放心，我嘴最嚴了，保證守口如瓶。不過太爺爺年輕的時候倒是個十里八鄉的帥後生。瑤瑤，你別犯花痴了行不？這可是我太爺爺呀。那你還缺太奶奶呢？哎呀，瑤瑤，我拿你當閨蜜，你咋還想當我太奶了？太爺爺，你別聽他瞎說。哦，對了，剛才醫生說你腹部有一個腎結石，咱們等一下還是趕緊去檢查一下吧。什麼腎結石啊，大驚小怪，這分明是你太爺爺的金丹。金丹？冰雨，你太爺爺這是在這修仙呢。哎呀，太爺爺，什麼煉丹修仙，現在要講究科學，咱們還是要去做一下手術的。做什麼手術？我現在要去找傅少傑那個負心漢，我拿他開刀。就是，說起來，傅少傑還真夠狼心狗肺的。之前拿太爺爺跟你的錢出去賭的博，結果轉頭就攀上李家的高枝了。那我還聽說，那個李明珠掌管的九州集團，現在又傍上了大財閥顧家，最近正忙着在凌霄酒店辦天慶宴。媽了個巴子！這個白眼狼還敢攀高枝，老夫定取他的項上人頭！太爺，快放下！現在是法治社會，要遵紀守法。那乖孫女兒，你打算怎麼報仇啊？那小子不僅始亂終棄，還差點把我打死呢。我要發抖音曝光他，發朋友圈揭發他，畫個圈圈詛咒他。你是在報仇嗎？真是出了你這個怂包哦！
哎呀，太爷爷，人家家大业大的，咱们肯定是斗不过，还是赶紧跑吧。走，太爷爷带你去报仇。太爷爷，你待会儿可得冷静啊，千万不要动手。傻丫头，你切这么办，等过去黄花菜都凉了。天地无极，视情如风，去！这好像失控了。我去，一辆电驴，什么档次也敢超我的车？撞过去！太爷，你没事吧？对不起啊，这位先生，我刚才车不小心突然失控了，还请您见谅，我们一定会赔偿您的。赔偿？也配？就你们这两个穷鬼，8辈子也赔不起！你他妈了个巴子！当我路你还有理了是吧？小屁孩毛长齐了吗？就这么狂？王八蛋，你敢打我？你怎么？你什么你啊？爷爷，我教你做人，不想死就给我滚！太爷爷，你完了，赔偿您坐牢了。小子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老子是顾家大少爷顾云深。顾家，就是给九州集团投资的顾家。怎么，知道怕了？你们还愣是干什么？把他的手给我废了！好一个顾家人！让你挡我路，我让你给九州集团投資，我讓你和那個負心漢欺負我孫女。哎，什麼負心漢？我都不知道你在說什麼。啊！太爺，快住手！要是得罪了顧家，我們就徹底完蛋了。小子，你敢打我？我爺爺顧占庭乃是雲城數一數二的武道高手，我們死定了。顧占庭。張先生，請您收我為徒。張先生，請您收我為徒。張先生，請您收我為徒吧。張先生，請您收我為徒吧。哎呀，吵死了！他媽的，去，給我送後院劈柴去。是。多謝張先生大恩，小六子日後當以湧泉相報。現在知道怕了，可惜晚了。小六子怎麼教出你這種混賬東西？老子現在要去凌霄酒店找負心漢算賬，沒工夫在這和你對付。小子，你到底是誰？一定讓我爺爺廢了你，打斷你身上的每層骨頭！給我記住，我叫張北玄，有本事讓你爺爺不回來見我，就怕他不敢。走。對不起啊，顧少，我太爺爺脾氣比較暴躁，年紀大了愛開玩笑，您千萬別跟他一般見識。哎，你個死丫頭怎麼長別人志氣啊？就他爺爺來了也得給你跪下行禮。走，你們給我等着！你們怎麼才來呀？裡面那對狗男女的訂婚宴都開始了。哎呀，瑤瑤，你是不知道，剛才路上我不小心撞了顧家大少爺的車，我太爺爺還把人家顧少給打了。顧少是那個顧氏集團的顧雲深？是啊，這下算徹底完了，負心漢的仇還沒報呢，又招惹了顧家。太爺爺，我們還是趕緊跑路吧。哎，跑什麼跑啊？他媽了個巴子！那顧占庭當年就是一個給我劈柴燒水的，他敢動你一下，他試試。老爺子，你果真認識顧占庭？當然認識啊，當年我手下一個打雜的，沒想到現在做出點小生意在這嘚瑟。冰雨，你這太爺爺果然非平凡人啊！太爺爺，您老就別吹牛了，這些年你也就跟隔壁的王大爺挺熟，咋可能認識顧占庭這種大人物？少廢話，跟我進去弄死那個負心漢。張先生，60年了。小六子不知道，
還能不能活到和你相見那一天？爺爺，爺爺，你可要為我做主啊！你孫子差點被人打死了。雲深，你這是怎麼了？誰把你打成這樣？爺爺，那小子撞了我的車，還把我打成這樣。什麼？簡直是豈有此理！爺爺一定會給你報仇雪恨的。王導，雲深，你平日裡身手不錯，還帶有保鏢和兵王相護，你招惹的到底是何方神聖？那小子好像叫什麼張北玄。哎，對了，爺爺，他還說他認識您，好像管您叫什麼小六子。他還口出狂言，讓您去給他磕頭呢，爺爺。張北玄，你是說他叫張北玄？六子，我要去云游四方了。这本秘籍你拿着，好生学习。记住，日後練成一身本事，要是敢禍亂一方，老子扒了你的皮！小六子謹記先生教誨，莫不敢忘。是不是照片上这个人？哎，对，爷爺，就是他。等您抓住他，我一定打斷他的腿。還有那個小婊子，我一定玩死他。混賬東西，你竟然敢對張先生出言不遜！張先生，60年了，您只是雲遊回來了，小六子終於有機會報答您的教誨。爺爺，你這是幹什麼呀？那小子看起來才20多歲，怎麼可能認識爺爺您呢？你個混賬！張先生豈非凡人，長生不老也並非難事。畜生！你平時飛揚跋扈也就算了，現在居然敢在太歲頭上動土！你如果惹得張先生發怒，你我就是把頭磕破磕爛了，我們顧家也會灰飛煙滅。爺爺，您說的那個張北玄真有那麼大背景嗎？住口！張北玄豈是你能叫的？記住，張先生一句話，可以讓我顧家一步登天，也可以下地獄。去，趕緊帶上我顧家的全部股權和資產，跟我去找張先生。你能不能活下來，就看天意了。恭喜李小姐和傅先生喜结连理，九州集团更是得到顧家的投資，真可謂是雙喜臨門啊！既然大家都知道了，那我就借此機會正式宣布一下，少傑即將晉升為九州集團的總經理，全權接管和顧氏的所有合作。那我們敬傅經理一杯，步步高升，祝傅經理和李小姐永結同心。來，乾杯！站住！有请帖們就往裡闖！知道今天是誰的訂婚宴嗎？那可是九州集團的千金。告訴你們，顧家的車隊馬上就要到，如果衝撞了顧少，你們只有死路一條！趕緊滾！他媽了個巴子！太爺，你先別衝動，咱們不如找個後門繞進去，或者扮成服務員，咱們混進去。雲雨，我想辦法聯繫一下酒店的經理，你們在這兒等我，千萬別衝動。傻丫頭，別瞎琢磨了。太爺爺，我有辦法。真的？太爺爺你……這不就解決了？完了，這下徹底鬧大了。加上之前打了顧少，太爺爺，你這最起碼10年起步，而我作為幫兇，也最起碼3年起步啊！什麼10年8年的？我看他們誰能管我？跟我走。林柱。顧少應該馬上就要到了，我們出去迎接一下。好，諸位，顧家的顧少很快就要親臨宴會，大家等會熱烈歡迎一下。哎，太爺爺，咱們不然先避其鋒芒，等宴會結束之後，咱們再去偷襲他們。你讓老子避他鋒芒啊！傅少傑，你老子滾出來受死！
傅少杰，爷爷滚出来受死！张冰雨，哼，没想到这小贱人还真敢来呀！太爷爷，你疯了！这么多人一定会把我们打死的，你千万不要动手啊！行，那太爷爷不动手了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乖孙女儿，现在该你动手，自己手，要自己抱的才痛快。太爷，我可是你亲孙女啊！你忍心让我去送死吗？放心吧，今天有你太爷爷在，没人敢动你一根手指头。但是丫头，有些事要学会自己去面对。副经理，这姑娘不是经常给您送饭的保姆吗？这今天是来蹭饭的吗？没错，这个小贱人就是我家少杰的保姆。不知道今天发了什么疯，竟然敢跑来我订婚宴闹事。保姆，傅少杰，这3年来，你和別人都说我是保姆。我说的有錯嗎？你每天除了能幹保姆的工作，你還能幹什麼？和家裡邊那個老東西一樣，都是廢物，真是一點用都沒有。我沒用。那請問副經理，這3年來是誰放棄讀博的名額賺錢供你去讀書？又是誰發誓要娶我，照顧太爺爺一輩子？你說呀！什麼？難道是副經理始亂終棄，攀附豪門，辜負了這姑娘？張冰雨，我當你提這些陳芝麻爛谷子的事情做什麼呢？原來是想要錢啊！行，你想要多少，我可以給你。我現在有的是錢。一個臭保姆，還自稱是少傑的女朋友的訛起，窮瘋了吧你？是，我是窮，但是我不會撒謊。你我之間早該劃清界限。這3年來，這個玉佩是你送我唯一的禮物，現在我不要了。但是我太爺爺資助你讀博的費用，你必須還給他，向他道歉。我說你個臭保姆，還說你不是來要錢的。這地攤貨的玉佩，怎麼可能是少傑送給你的？真是可笑。就是，這保姆怕是得了妄想症，以為自己是童話裡的灰姑娘呢。張冰雨，你看看你現在窮酸的模樣。哎，你知道嗎？這3年，我每次看到你省吃儉用的低賤模樣，都覺得令我做。原來和我在一起是你的恥辱啊！沒錯，我傅少傑注定身當為人傑，而你低賤的身份是永遠配不上我。要怪的話，就怪你們家那個老東西是個廢物，沒有讓你成為千金小姐。不許你這樣說我太爺爺，你永遠都比不上他。行了，張冰雨，你不就是想要錢嗎？可以啊，你讓你們家那個老東西滾過來，給我磕2顆小頭，我就可以賠錢。我這一高興啊，興許還能賞賜他一碗喜飯吃。混蛋！你小賤人，敢在我訂婚宴上鬧事！來人，給我打出去！不是我，張冰雨，我看你是誠心想在我的訂婚宴上鬧事是吧？行啊，那就別怪我對你不客氣。來人，把這2個鬧事的家伙給我抓出去！等我閃開，快！爺爺，如果他真的是張先生，那他現在肯定帶着孫女去凌霄酒店找人算賬呢。究竟是誰不怕死，竟敢得罪張先生？爺爺，可能正是我們投資的九州集團，他們的千金大小姐正在凌霄酒店舉辦訂婚宴。我本來是要去參加典禮的。什麼？你這是要氣死我呀！什麼狗屁九州集團？你現在立刻安排人去銷毀九州集團的所有合作。是，爺爺，我馬上辦。快點！3分鐘我們趕不到，所有人都得死。太爺爺，他們今天人這麼多，我們肯定會被打死的。怕什麼？拿出你剛才打人的氣勢！咱張家人一生行事，何須向他人低眉啊？公才剛一趴定棍，我手無寸鐵，怎麼可能打得過啊？這個好辦，太爺爺給你準備了法器。
乃太爺爺親自寫的五雷符，此五雷符上掌天雷，下掌奸邪，專門劈死這群狗仗人勢的東西。拿着。太爺爺，你演戲演得像一點呀！這分明就是你剛拿的衛生紙，怎麼可能是五雷符呢？张冰雨，你找来的这个小白脸，怕不是个傻子吧？啊，什么五雷符？哦，也对，恐怕也只有你们这种穷鬼才信什么天地报应，什麼善有善報，惡有惡報，簡直就是可笑。小賤人，可以啊，沒看出來你還挺放蕩的，剛被少傑甩了，轉身就勾搭上別人了。不過可惜窮鬼只能找窮鬼，然後再生個窮鬼小子，一輩子就只能受人欺負了。我不許你們侮辱我太爺爺！今日我不管他是誰，都得把命給我留在這兒。我上。太爺爺，看來我們今天真要去找太奶了。傻丫頭，拿五雷符跟我念：天圓地方，律令九章。算了，死馬當活馬醫吧。天圓地方，律令九章。無盡口令，五雷聽將。天雷，難道這有什麼五雷符啊？虛張聲勢，不過碰巧就是打個雷而已，幹什麼接着打啊？不可能啊！這怎麼可能？難道這真是五雷符啊？胡說八道！什麼五雷符？這分明就是這些保鏢的電棍出了故障了，因為漏電吧。我說呢，太爺爺，你怎麼可能有道法？咱們還是趕緊跑吧。站住！怎麼想走可沒那麼容易。傅少傑，咱們之前的恩怨就一筆勾銷了，你放我和太爺爺走吧。張斌宇，你還敢跟我提那個老不死？是吧？當初你聽他的話，說什麼婚前不能同房，還讓我走什麼狗屁正道。哦，對了，你恐怕還不知道吧？為此，我給他偷偷的下了3次，但可惜了，那個老東西也不知道為什麼，就是不死，還真是個老不死的。傅少傑，你給太爺買的補品竟然是不要，你還有沒有人性啊？那又如何？少傑現在是九州集團的總經理，更受顧家支持，弄死一些雜碎，根本不是事兒。冰雨，你看到了，這就是權勢，這就是家族，而你只有一個破房子和一個老東西。你他媽胖子！外孫女退後！現在該太爺爺找他們算賬。你們之所以肆無忌憚的欺負，是不是覺得傷害他沒什麼後果呀？行，我今天讓您知道什麼叫做追悔莫及。太爺爺，沒想到一把年紀了還要和小年輕動手，罷了，就當活動活動筋骨。小子，我看你真是活膩了是吧？我告訴你啊，我的背後可是有顧家做靠山的，我想要把你們弄死的話，在場的任何一個人，沒有人敢說一個不字。快來，立刻馬上把槍給我拿過來，我要把他活活的給打死。我看誰敢！张玉先生，完了，太爺爺，是顧家來算賬了。放心吧，他們不敢。看太爺爺一會兒怎麼收拾這個兔崽子。太爺爺，我求求你了，別作死了，孫女我還想多活2年呢。顧老爺子，真是沒想到您竟然親臨我和明珠的定親宴，實在有失遠慮啊。
听聞顧爺爺喜歡青花瓷，上次在匯豐樓，我特意拍下了這件皇家珍品，還望您老喜歡。哎，顧老爺子，還請您見諒，這一次是我們的疏忽，讓這兩隻低賤的老鼠闖入了這次宴會。不過您放心，我馬上會處理的。老鼠，你算什麼東西？竟敢辱罵張先生是老鼠！顧爺爺，您這是……我和你很熟嗎？你又敢上人送的狗屁花瓶吗？张先生，难道是六子？现在你真的是威风得很啊！张先生，小六子来晚了，罪该万死。张先生，小辈顾云深特来请罪。太爷爷，原来你真认識顧老爺子。拜見張先生，拜見張先生。不是你到底是誰？不是吧，太爷爷，原来咱們張家也是什麼頂級豪門嗎？那倒也不是。不過你太爺爺曾經確實滅了不少所謂的豪門。啊，真的假的？混賬！還不給張先生賠罪！張先生，小輩無知，衝撞了先生和小姐，我該死，我有眼不識泰山。張先生，家門不幸出此敗類，小六子願意奉上顧家全部資產，懇請張先生網開一面，留他一條狗命。天哪，這人到底什麼身份？竟然能讓雲城4大紈絝之一的顧少低頭認錯，更是獻出顧氏集團所有的資產。得罪了這樣的大人物，看來九州集團這次徹底完蛋了。顧老爺子，你是不是認錯人了啊？他張家老一輩的只有一個叫張北玄的老東西，根本就毫無背景啊！就是啊，顧少，這個小白臉就是個窮鬼，並非你口中說的什麼張先生。我認錯人？認錯個屁！要不是因為投資你們什麼狗屁九州集團，我至於得罪張先生？我今天就算是死，也要拉你們陪葬。不好了，大小姐，集團已經被顧氏全面封殺，宣布破產。老爺子經受不住打擊，已經被送到醫院了。什麼？李家破產？這不可能，他張家根本就不是豪門。豪門，在張先生面前，這世上百姓百家，哪門哪戶敢自稱豪門？張先生，60年過去了，我已老態龍鐘，您風華依舊。小六子真是愧對您臨別時的教誨。60年，太爺爺應該還是個孩子，怎麼可能是顧老爺子的老師呢？完了，難道顧老爺子真認錯人了？太爺爺，沒想到你也有靠臉吃飯那一天。死丫頭，你胡說什麼呢？你太爺爺什麼時候靠臉吃飯了？太爺爺，你裝的可真像。那顧老爺子估計是年紀大了，記不清了。不過既然要裝，咱們就一裝到底，千萬別露餡了。繼續保持你的高人風範。趕緊跪下，給小姐賠罪。她什麼時候原諒你？你再起來。還有你們這些啊，欺負小姐的，我顧家定讓你們百倍償還。冰月，其實事情不是你想的這樣的啊！對，是他，一切都是因為他，用李家的權勢逼迫我入贅，我實在沒有辦法。傅少杰，胡說什麼？冰月，今天本就是你我訂婚的日子，不如你我重歸於好如何？啊！傅少杰，你知道覆水难收嗎？從你打了我爺爺那一刻起，我們之間關係就恩斷義絕了。这是幼年失踪弟弟的玉佩，少杰他還活着。不好，少杰有危險。
立刻通知云城，马上清空地面所有交通，给我龙殿让道。我要10分鐘赶到凌霄酒店。是。张冰雨，我虽然不知道你和这个小白脸用了什么手段，能够让顾家对你们言听计从的，但是我告诉你，3年的相处，你们张家的底细，我是一清二楚。你胡说！怎么，心虚了？害怕了？谎言永远会有暴露的一天，所以你最好別動我，否則的話，你的下場會比我更慘。太爺爺，要不什麼？跟這種人渣還廢什麼話？傅少傑，我是不是說過，敢欺負我孫女，我就讓你百倍償還？我讓你忘恩負義，讓你給我下毒，我讓你欺負我孫女！住手！住手！誰敢打我弟弟？龍殿女戰神，弟弟，竟敢打我弟弟！今日我傅红英要你死無葬身之地！你是？少傑，這是我們傅家的家傳一配，我是你親姐姐啊！傅家？難道是傳說中執掌龍殿的傅氏家族？那我父親豈不就是傳說中的龍帥傅北？沒錯，而你就是我們傅家一直在尋找的唯一繼承人。今日欺辱你的人，姐姐一定將他們千刀萬剮。龍殿，傅家，我竟然是龍殿少主！張冰雨，我早就說過了，你肯定會後悔的。你現在看到了，我傅少傑才是實打實的豪門少主，整個雲城乃至整個大夏，我才是主角。天命在我，而你們不過就是我腳下的一塊墊腳石罷了。顧爺爺，龍殿勢力很大嗎？比起你們顧家又如何？龍殿是大夏的超然勢力之一，龍殿之主龍帥更是掌控一方的超然勢力，我顧家當然自愧不如。乖孫女，怕什麼呀？不就是龍殿嗎？看把你嚇的，你太爺爺一隻腳給他們踩成蟲墊。太爺爺，你還是收斂點吧，人家龍殿還不一定認你呢。很好，敢打我弟弟，還敢挑釁龍殿，今日我一定讓你死得很慘。太爺小心！休要放肆！武道宗師，可惜了，跟我龍殿作對，只有死路一條。老子的六子練了這麼多年還這水平，真給老子丟人！姐，這怎麼可能？莫非還有隱藏的高手？看來此地不宜久留，還是先帶少傑安全離開為好。哼，今日暫且留你們一條狗命。3日之後，龍帥歸來，將在此設下少傑的認親宴。到時候你們若是能來負荊請罪，或許還能保全性命；若是不來，大夏也沒有你們的容身之地。好啊，重殿。小孩，你給我聽好了，我讓你再苟活2天之後，我把你的認親宴變成孤兒宴。哼，臭小子，你恐怕到現在都沒有搞清楚狀況吧？啊，更不知龍殿是何等的至高無上。一群井底之蛙，何曾抬頭見日？弟弟，我們走。哦，對了，我姐恐怕還沒有告訴你吧？這認親宴的入場券呢，至少得需要10個億。哼，像你們這種窮鬼來了也進不去，只配跪在門口當狗。哼，張先生如果對龍殿開戰，小六子願為馬前之卒，助先生一臂之力。行了，六子，以後管好自己的兒孫，下次我可就沒那麼客氣。太爺爺，你這戲演的可真棒，霸氣側漏的，咱
咱们還是趕緊走吧，等他們發現都來不及了。張先生，爺爺，就算張先生當年再強，可畢竟時過境遷，恐怕不是如今龍殿的對手。住口！你可知，雲城只是當年張先生的隱居之地，我們顧家只是他隨手提攜的下人罷了，上不了台面。什麼？爺爺，您是說，現在我們所知的，只是張先生身份的冰山一角？沒錯，你趕緊回去閉門思過，我還要找機會繼續向張先生賠罪。沒想到這冰雨太爺爺的身份居然如此不同尋常，真是沒想到，傅少傑居然是龍殿少主，真是禍害1萬年。不過這下你跟太爺爺是真的談上麻煩了。那個龍殿在大夏權勢滔天，除了帝都的一些超然勢力之外，沒有人能與之抗衡。是啊，太爺爺，你別去那個什麼任清夜去送死了。放心吧，你太爺爺我從來不是個記仇的人，就喜歡斬草除根。太爺爺，咱們就放棄吧。那龍殿的任清夜光入場券就要10個億。實話跟你說吧，咱們家現在連10萬塊都掏不起，連大門都是進不去的。不就10個億嗎？你太爺我有的是錢。啊，這是當年在帝都小皇帝送我的幾套四合院的房契，還有萬畝良田的地契，應該能值不少錢吧？小皇帝？太爺爺，那小皇帝早就亡國了，這些房契也根本不具備法律效應。那還有這些大額銀票，總能去錢莊換不少銀兩吧？這些銀票也是不會認的呀。我本來尋思着我還能當個什麼富3代的，這下看是徹底沒戲了。這小皇帝居然敢耍老，老子日後定刨了他祖墳。哎，老爺子，你還有沒有什麼其他的收藏？沒了，倒是還有一個我徒兒送我的大洋，但看上去也不像值錢的樣子。太爺爺，咱們這仇也算是報了，就趕緊離開雲城吧。那龍殿看見了多嚇人啊！你太爺我有辦法。太爺爺，你這是又從哪裡進來的？剛才在醫院順手接的，本來想給你掙點零花錢，沒想到這麼快就派上用場了。太爺爺，你又不是醫生，亂接什麼懸賞啊？等等，膽敢接綁行騙者，殺無赦！太爺爺，你這接的是玩命的活啊！死丫頭，瞅你那點出息！你太爺我當年號稱妙手1千，可活死人肉百骨。走，先掙他一個小目標。哼，一個庸醫也敢來唐家行騙，真是找死！哎，小姐已經昏迷7日，恐怕是神仙難醫，可憐啊！太爺爺，咱們現在想跑還來得及嗎？好，我們能救唐小姐。初登寂滅，命數已盡。三爺，唐小姐她恐怕……不，明月，醒醒啊！不能讓爸爸白髮人送黑髮人吶！三爺，連江神醫都無力回天了，我看您老還是節哀順變吧。不，女兒沒死，既然江神醫救不了，就去找醫王、醫聖、醫神，一定要救活我女兒。說得好，唐小姐確實沒死。你們是？我叫張北玄，曾經也有人叫我張醫仙。依我看，唐小姐的病就和感冒發燒一樣，小事一樁。太爺爺，你瘋了！這人都死了，怎麼能說是小毛病呢？又來一個送死的庸醫，還敢冒充醫仙，真
真是可笑。哎，我说，你们这些庸医还真以为我们唐家好骗不成？看来今天必须要给你个血的教训。你他妈了个妈！还是不是了啊？不是，我和我孙女就走了，我孙女还要挣钱呢。爷爷，你这哪是赚钱，分明是想要你孙女的命！那小子，你居然打老子，找死！住口！这位小友，你真的能让我女儿起死回生？当然啊，不过现在嘛，得加钱。三爷，连我布下的七星灯都没办法救唐小姐的性命，这世上根本就没有医仙这一说，你可別被他給騙了。只要能救我女兒，別說10個億，就是我唐某人散盡家財又如何？不過，你若是騙我，你們就留下來給我女兒陪葬。放心吧，就算閻王讓他死，我得給他2個耳朵。一會兒把錢打到我剛註冊的微信上。太爺爺，救人靠臉是不行的，你要靠醫術。唐三爺，如果我說我跟太爺爺是不小心闖進來的，你們信嗎？哼！小子，看來你是連逃命的機會都沒有了。唐小姐命數已盡，縱然醫仙也未必能救。那說明你是個庸醫，這點小病都治不好。放肆！江神醫雖然是富家贅婿，但是憑借一手醫術揚名天下。豈是你這種人可以相提並論？富家赘婿？沒錯，我老婆乃是龍殿宇戰神傅紅英。既然如此，那我就不客氣了。滾開，讓我來。晨曦歸來。什麼？主燈亮了，難道明月有救了？三爺，這明顯是我的七星燈起了療效，跟這小子沒有任何關係。誰擺的破燈在這礙事兒？放肆！小子，你可知道，正是我這七星燈才吊住了唐小姐最後一口氣。放屁！就因為你這破燈影響了她的命數，現在強行很容易。現在想要保住她的命，只能用點暴力的手段，驅散她體內的邪氣。你願意嗎？請一仙前輩用盡全力救治我女兒。那我就不客氣了。太爺爺，你瘋了！太爺爺瘋了！你當兄弟的事呢，拍拍就好了。完事，乖孙女，收錢。太爺爺，我們還是趕緊跑吧。也是，太爺爺乏了，回家。王八蛋，居然敢侮辱小姐！给我追，我讓他碎屍萬段！哼，果然是騙子。三爺，依我看，還是趕緊將唐小姐入土為安吧。明月，怎麼會這樣？爸爸已經看到你活過來的希望了，爸爸都看到了呀。三爺，您節哀，我這就為唐小姐超度。明月，明月，你真的是明月啊！爸，你連我都不認識了。哎，小姐，你的臉。晨曦歸來。仙人扶我頂，結髮壽長生。難道那人是傳說中的醫仙？爸，治療我的那位醫仙前輩呢？他在哪兒？醫仙前輩已經走了。哦，快去追，一定要找到他們。我唐家必將千恩萬謝。是。等等，
若是找到那位一仙前輩，记得告訴他，碰了我唐明院的身子，我此生非他不嫁。是。哎呀，傻丫头，连钱都不拿，那可是10个亿呀！太爷爷等着用它去参加认亲宴呢。太爷爷，我求求你别乱来了，被抓住我们就死定了。咱们还是赶紧去找瑶瑶躲一躲吧。冰雨，你带老爷子来汇丰楼吧。老爷子见多识广，说不定还能在拍卖会上捡漏賺大錢呢。蘇剛，你來幹什麼？蘇瑤，家族最後通告，若是今天的拍賣會再失敗，你就要交出匯豐樓，去跟龍殿富家聯姻，為家族創造價值。不可能，今天的拍賣會必將驚動整個大夏。那好，我拭目以待。但願張北玄真的是世外高人。小姐，你讓我查的張北玄已經調查清楚。有什麼特別發現嗎？只能調查他在雲城的60年檔案，總體上平平無奇。不過，我們找到一張疑似他在匯豐樓前拍攝的老照片。這照片上的人確實是張北玄，但是這張照片的拍攝時間在100年前。什麼？Sir, if you want to enter Huifeng Building, please show a membership card. 他媽了個巴子的洋文！難道你們匯豐樓忘了當年被洋人洗劫一空的事？小子，老子說什麼還輪不到你來評價，沒有會員卡就給老子滾吧！哼，那我今天要是非要進去，太爺爺，你千萬別衝動，瑤瑤說馬上就帶我們進去。喲，真是冤家路窄啊，張冰遠。哎，你不會和這個土包子想參加今天的皇家拍賣會吧？真是可笑。看好了，這個可是匯豐樓的會員卡，只有身價過億的家族才有資格持有。張冰雨，原本以為你會找個富二代，可沒想到卻找了個智商不全的傻子。你不會不知道這匯豐樓會員卡的作用吧？呵呵，看好了，這個才是匯豐樓的入場方式。看到了嗎？這個便是身份的象徵。不過，念在往日的情分上，本少可以發發善心，可以帶你進去。不過，你們得從本少爺的胯下鑽過去。傅少杰，你別太過分！要我說啊，能鑽傅少的褲襠是你們的福氣，要不然啊，就憑你們這些窮鬼，都進不了匯豐樓的門。誰說我沒會員卡？誰說我沒會員卡了？太爺爺，你什麼時候有匯豐樓的會員卡了？太爺爺，你搞錯了，這根本就不是的。胖又來超市，張冰雨，這不是你們家那個老不死的超市會員卡嗎？怎麼，你們要進去買菜啊？像你們這種普通人啊，永遠都不會明白的。有些地方明明就在眼前，卻一輩子都進不去。哎呀，小子，真當我們匯豐樓是菜市場啊！把他們給我打出去！我看誰敢！乖孫女，刷卡，讓他們看看什麼叫真正的牌面。太爺爺，你別胡鬧了，這會員卡也不是隨便就能刷的。張冰遠，不如你就好好聽聽這個白痴的話吧。沒準啊，查查餘額，看看裡邊有幾百塊錢。是就是，誰怕誰啊？張冰雨，看到了吧？這就是你我現在身份的差距。哎呀，依我看，今日他們連匯豐樓進不去，那3日後的認親宴恐怕也同樣進不去吧。哼，拿着你們的破卡都給老子滾吧！太爺爺，要不我們還是走吧。急什麼？睜大你們狗眼給我看清楚！
這是。这是，你们到底是什么人？为何会引动汇丰楼最高规格的9龙阴兵啊？我什么身份你还不配知道？太爷爷，你怎么做到的？陈经理，这个小子手里边拿的明明就是超市的会员卡，一定是用了什麼違規的手段，必須嚴懲啊！哼，差點被你們倆給蒙過去了，兩個不知死活的狗東西，居然敢騙到我們匯豐樓的頭上！通通給我抓起來！住手！蘇總，這兩個騙子啊！誰給你的權利隨便打人的？你現在立馬給我滾蛋！你被開除了！蘇總，我錯了，蘇總，蘇總。李陽陽，你終於來了，快帶我和太爺進去吧。老爺子，您快請進吧，手下人不知天高地厚，您多擔待。是啊，太爺爺。咱們快進去吧，拍賣會快要開始了。那您兩位先進去，我這邊還有點事兒，一會兒去找您。倒是忘了，蘇瑤這個賤人好像和匯豐樓有些關係，剛才一定是他搞的鬼。狐假虎威的終究會露餡的，一會兒看着吧。拍賣會，我玩死他！你聽說了嗎？這次拍賣的藏品啊，據說很多來自成都的皇宮，那價值啊都不可估量。可不是嘛！你們看，金圈古董協會會長李景龍都來參加這次拍賣，肯定有價值連城的寶貝。太爺爺，你以前真來過匯豐樓？當然了，這匯豐樓的門匾都是我親自題寫，只是這拍賣會這麼多年過去了，還是老樣子，一點沒變。太爺爺，你就別吹牛了。這匯豐樓都有100-200年的歷史了，那時候你還沒出生吧？各位來賓，歡迎來到匯豐樓今天的拍賣會。現在還是老規矩，請大家依次入場。太爺爺，我們還是趕緊找個地方坐下吧。張斌宇，以你的孤陋寡聞，恐怕還不知道吧？這兒最便宜的一個座位，至少也需要100萬。嘿，你們配坐嗎？多少？100萬？這座位這麼貴？張冰雨，別以為你靠着關係就能進來參與拍賣，要是沒錢啊，就趁早滾蛋，少在這丟人現眼了。太爺爺，卡裡也就剩2萬塊了，不然咱們還是站着拍賣吧。站着拍賣？你是要笑死我嗎？諸位，你們聽說過拍賣會站着拍賣的嗎？站着那是服務員。小姑娘，你要知道，最後一排都要100萬，最前面一排坐下就是1000萬，甚至天字1號桌，就算你有億萬身家，也沒資格坐。張邊遠，你看到了嗎？這就是我身為富家少主的權勢。這天字1號桌，全場能坐的人，也只有我。哎，少姐，我們正好缺一個端茶送水的丫鬟，我看她不就挺合適的嗎？哦，也是啊。嗨，張冰雨，你以前最擅長做的不就是做家務嗎？現在本少爺恩賜你一個機會，怎麼樣？太爺爺，我們還是走吧。乖孫女兒，別擔心，太爺爺我以前在匯豐樓一直有位置。那太爺爺，你以前來匯豐樓都是坐在哪裡？太爺爺我以前就坐在這兒。你小子，滾一邊去！滾一邊去！小子，這個位置你坐不住的，本少爺還會回來的。我去，這人什麼來頭？竟然敢得罪剛回歸的富家大少！他老爸可是龍殿之主，龍帥傅北呀！現在的年輕人呢，沒有一點敬畏之心。少傑，難道你要我眼睜睜看他們在這胡作非為嗎？俗話說，欲將之毀滅，必先讓其膨脹。這天字1號桌，想做可沒有那麼容易。太爺爺，你真不怕嗎？
這跟吃霸王餐有什麼区別？哎呀，你是我孙女儿，是这副熊样子没出息。哎，好孙女儿，一会儿看见什么喜欢的就直说，太爷爷我都给你买下来。古玩交易千年规，捡漏打眼凭眼力。诸位，这第一批藏品是来自于前朝皇宫之中。这第一件藏品是一件残次品，文龙瓷罐，起拍价10万。国师，此乃何物？这是我精心炼制的乾坤罐，内有乾坤，可隔空取物。国师当真？收。这罐子不错，乖孙女儿，拿下来。太爷爷，这东西再好，但我们也没有钱拍啊。小子，你连10万块钱都拿不出来，配做天字1号桌吗？真是可笑。50万，100万，1000万。傅少，这个破罐子不是出自官窑，并且呢还是一个残次品，顶多100万，再多就赔本了。臭小子，你都做天字1号桌了，不会没有胆子跟拍吧？太爷爷，你别冲动，他这是故意激你呢。开始倒计时，3、2，1个亿，1个亿，多少？太爷爷，我没听错吧？你1个亿？才1个亿而已，都小钱。张先生真是大气，1个亿一次。不好意思啊，我太爷爷他就是开个玩笑，不算数吧？不作数啊！张冰雨，你以为我们在这过家家吗？汇丰楼举牌无悔，我看你这种人闹事的吧？臭小子，本少爷的东西你都敢抢，你配吗？乖孙女儿，淡定，这才哪儿到哪儿啊？太爷爷，你知道1个亿是什么概念吗？你孙女我打工10辈子也赚不完的。现在知道急了，小贱人！要我说呀，没钱你就去卖，说不定傍上个大款，还真能给你1个亿呢。你他媽的！再敢欺負我孫女一次，我燙爛你嘴！臭小子，我看你真是活膩了啊！那今天就讓你見識見識我的財力。2個億，這一個破罐子還2個億，我真是開了眼了。現在的年輕人呢，就會胡鬧，說話沒點輕重。5個億，今天你加多少，我奉陪到底。這是點天燈。我天哪！我記得匯豐樓上次點天燈還是100多年前，那是一個神秘的國師和當時的八王爺鬥燈。沒想到今天還能看到點天燈的奇觀呢。太爺爺，難道你以前真在這裡點過天燈？當時有一個小王爺和你太爺爺鬥燈，不過最後還是你太爺爺我略勝一籌。什麼？你個臭小子，真是膽大包天啊！居然敢點天燈！哼，真是不知者無畏啊！既然如此的話，那本少就成全你。本少的這張黑卡最高權限10個億，全押上。10個億，小子，你若是今日能拿出來10個億那個破罐子，就歸你。看到沒有啊？你們兩個窮鬼，這是在拿自己的命挑戰少傑的零花錢。20億，20個億！太爺爺，這是真的要讓我去見太奶了呀！20億一次，20億2次，20億3次，成交！恭喜這位先生20億拍得此藏品，請問先生您如何支付呢？太爺爺，難道你真有20億的私房錢？太爺爺，我當然是沒有了。小姐，剛得到消息，張一謙去匯豐樓參加拍賣會，立刻備車！我要親自去感謝張先生的救命之恩。是。沒錢你還敢點天燈啊？這下好了，都不需要本少爺出手，匯豐樓
是绝对不会放过你们的。张冰雨，我看你呀，要被这小白脸给害死了。点天灯，他也配？张先生，你们当真没有钱支付吗？太爷爷既然说出口了，那这个账我认，可以先打个欠条吗？张冰雨，你是脑子进水了吧？还打欠条？20亿的欠条，你凭什麼擔保呀？既然沒有錢的話，那就不好意思了，把他們兩個給我拿下。这是傳說中的內力，難道老輩人說的大內高手真的有啊？乖孫女兒，你太爺我現在雖然是沒錢，不過一會兒啊，就會有人給咱們來送錢。小子，你做什麼白日夢？我告訴你，顧家現在正被龍殿全面制裁，自身難保了，是絕對不可能來給你送錢的。快，趕緊起來，把這個騙子給我抓住！住手！張先生的20億，我大唐商會出了。唐明月，姐夫不是說這個女人已經死了嗎？唐小姐，你們大唐商會是要和傅家作對，還是要與龍殿為敵呀？你是在教我做事嗎？唐明月，你當真要幫着這個小白臉嗎？是又如何？我大唐商會何懼你們傅家？唐小姐，你的病真的好了？當然，這還要多謝張神醫的救命之恩。哎呀，我太爺他就是下胡治的，還是唐小姐您吉人自有天相。哎呀，我原以為呢，他們已經夠愚蠢了，沒想到還能騙到一個傻白甜啊！就是啊，唐明月，你還真信這個小白臉的話呀？恐怕大唐商會很快也要倒台了吧？我相信張先生的眼光。這罐子的價值必然遠超20億。太爺爺，難道你早看出來這罐子是個寶貝了？當然了，這罐子內有乾坤，裡邊可藏着無價之寶。哦，是嗎？那不如我們就賭一賭這個罐子的價值。既然你這麼想給我乖孫女送錢，那我就滿足你。這樣吧，你若是贏了呢，這卡裡邊的10個億就歸你。但如果你輸了，就得給老子當狗，當看門狗。太爺爺，他這就是激將法，你千萬不要上當。乖孫女兒，放心吧，今天你太爺爺就讓他開開眼。一個破罐子，恐怕就是個夜壺吧。這20塊錢都沒人要，居然還有人花20個億，簡直就是愚蠢之極。唉，這底層人哪怕有點錢，也無法改變他們的愚昧。乖孫女兒，這破罐子就是你太爺爺我送你的第一份禮物。不要，太爺爺，這破魚罐好歹值一點錢，你千萬不要砸了它。是啊，年輕人，這個破罐子拍賣會已經檢查過了，裡邊不會有其他物件，你就死了這條心吧。你個白痴，做什麼白日夢啊？如果這個破罐子裡真有什麼好寶貝的話，他匯豐樓早就取走了，輪得到你來這兒撿漏？沒錯，李先生作為金圈古董界的大拿都是無知，你們注定是白花了20億買了個破爛。這媽的嘎子，廢話真多，給我看好了。乖孫女兒，這就是太爺爺送你的無價之寶。太爺爺，這枚玉璽很值錢嗎？張先生果然眼光非凡，這玉璽一看就不是凡品。難道這玉璽來歷非凡？那當然了，大夏幾千年了，多少人為了這塊玉璽爭得你死我活。我就不信了，你這個小白臉還能撿着什麼便宜啊？一群沒有見過世面的土包子，一塊破玉璽罷了。說不定啊，還是個贗品，肯定不值20個億。等等，
张先生，我能不能看一下这个玉玺？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，这是传国玉玺。什么？传国玉玺？我的天哪！这破罐子当中竟然藏着传国玉玺！如果这是真的，别说20亿，那就是100亿、1000亿，那都买不到啊！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。据说持有这传国玉玺可以增加寿元，气运加身，神妙无比。太爷爷，这是传国玉玺？那当然了，当年你太爷爷亲眼看见小皇帝把这玉玺放在这个破罐子，这还能有错吗？太爷爷，你别开玩笑了，你怎么会认识什么小皇帝呀？李先生，您可要看清楚了，这当真是传国玉玺吗？你在质疑我吗？这传国玉玺乃始皇帝采天外玉玉而制，本就极其罕见，尤其是这金镶玉缺角，更是独一无二。想必大家都知道，历代得到传国玉玺的君王都会在这上面篆刻留字，根本不可能仿制。乖孙女儿，这块玉玺拿着，以后用来砸核桃应该是挺方便的。砸核桃？这玉玺好像也不值钱呀。张小姐，这传国玉玺，哪怕是租借到我大唐盛会供奉，都得100亿起步。100亿！太爷爷，你运气也太好了吧！这一下咱们就发财了。小子，今天算你运气好，但可惜了，你可知匹夫无罪，怀璧其罪啊！没错，这传国玉玺在整个云城，就只有像少杰这等天之骄子才配拥有。你们还要不要脸？光天化日之下，还想明抢不成？傅少，你是要和我大唐商会撕破脸吗？单凭你大唐商会，可拦不住我。乖乖的把传国玉玺交出来，要不然的话，今日你们恐怕走不出这个大门。是。好，那今天就让你们见识一下我龙殿的厉害！给我打！住手！傅少杰，这不是你能撒野的地方。傅少杰，这不是你能撒野的地方。瑶瑶，冰雨，你放心，今天有我。苏瑶，我真的很好奇，你凭什么保得住的？因为我是汇丰楼的主人，在这儿我说的算。我宣布，张先生是我汇丰楼的首席顾问。傅少杰，你动不了他。瑶瑶，没想到汇丰楼竟然是你的，你之前怎么没有告訴過我？冰雨，其實我一直都在逃婚，我不想暴露身份，所以沒告訴你，你可別怪我。瑶瑶，有你這樣的閨蜜，我開心還來不及呢。我和太爺以後就跟你混了。你可別這麼說，還得多謝謝老爺子今天派出傳國玉玺，否則我可能就守不住匯豐樓了。蘇瑤，你放肆，得罪了顧家，別說匯豐樓，整個蘇家都得跟着陪葬。蘇剛，今天的拍賣會很成功，匯豐樓依然是我的，輪不着你來說話。你，傅少，這只是蘇瑤的個人行為，和我蘇家無關。你叫蘇剛是吧？不錯，很識時務。以後我傅家將全力支持你為蘇家家主，怎麼樣？小子，等我鏟除了匯豐樓，我再慢慢找你算賬。哼，張冰雨，你和這個小白臉，終究就只是依附在別人門下的蛆蟲罷了。匯豐樓一倒，你們注定死路一條。放心，有我在，匯豐樓倒不了。是嗎？那咱們就走着瞧。小子，
刚才赌输的10億拿来。你行，就怕你有命拿，没命花呀。废话这么多。瑶瑶，对不起，都怪我，连累你们汇丰楼也被龙殿针对。哎呀，没事，我相信老爷子一定能帮我解决这几个问题的。太爷爷，这是沧海那小子。小子，敢在我们的地盘上捡钱，交出来！住手！他们从哪儿冒出来的？少管闲事，信不信我弄死你！请先生收我为徒，这枚大洋就当是拜师礼。日后我杜沧海必定千倍万倍的報答先生。杜滄海乃是当年名震一方的商業大亨，現在更是創立了強盛集團。他龍殿就算再強，也無法完全壓制強盛集團。他媽的包子！沒想到滄海那老小子，如今倒是有些長進了。太爺爺，原來你認識杜滄海老爺子，難怪之前顧爺爺這麼害怕你。若是我們能跟強盛集團達成合作，那龍殿自然也不能拿我們怎麼樣。這個好辦。乖孫女，這塊銀元拿着，定能把強盛集團買下來。太爺爺，我沒聽錯吧？1塊銀元就想買下市值上萬億的強盛集團？放心吧，乖孫女，強盛集團做的都是一些小買賣，滄海那小子定能雙手奉上。太爺爺年紀大了，先去補個覺啊。瑤瑤，這一枚大洋也就值個2、3千塊錢，就算太爺爺年輕時和杜滄海老爺子有些交情，也不可能成功收購下強盛集團吧。不過為了好閨蜜你，如果強盛集團不同意，我就以死相逼。我的大小姐，你就放180個心吧。以老爺子的身份，杜滄海老爺子怕是高興還來不及呢。我們走吧。瑤瑤，咱還是別說收購強盛集團的事了吧，我怕說出來我們會被打死的。別怕，只要拿出來老爺子給你的大洋，我相信他們應該會給我們這個面子。應該，我看他們也不像是會開玩笑的。杜總，就是他們兩個一直想要見你。兩位美女找我有何貴幹呢？沒聽說過小爺我不喜歡女人嗎？這位先生，你誤會了，我叫張冰雨，我太爺爺叫張北玄。其實我們今天來是想和您商談一下收購強盛集團的事兒。什麼？收購強盛集團？我看你們是吃了雄心豹子膽了吧？我告訴你們，要不是我爺爺今天來公司視察，小爺我不想惹事兒，要不然非把你們剁碎了餵狗。把他們給我丟出去！等等，瑤瑤，我就和你說了吧，我太爺爺就是一普通小老頭，怎麼可能有這麼大面子？你相信我，快點把你太爺爺給你的信物拿出來。就不信了，他們連老爺子的面子都不給。信物？杜少，我太爺說可以用這塊大洋收購下你們整個強盛集團。太爺爺，希望您不是用你孫女的命在吹牛啊！這是大洋是什麼？這是杜老董事長年輕時候使用的錢幣。瑤瑤，你確定這種文化程度的人會明白信物是啥意思嗎？杜先生，我其實沒有非要收購強盛集團的意思，我只求你們能跟我們匯豐樓達成一些商業合作。喲，哈哈，那看來他太爺爺可真是個手眼通天的大人物呀。那是自然，張先生的身份，就算杜老爺子來了也不敢怠慢。閉嘴！好大的膽子，敢來我們強盛集團詐騙是吧？杜先生，您誤會了，我們沒有想要騙您的意思。誤會個屁！來人，把他們都給我抓起來！
长澤，我勸你最好现在就放了我们，要不然等他太爷爷来了，你们强盛集团就不复存在了。你现在就让他过来，我保证啊，让他跪着叫我爷爷。别说你们汇丰楼，就是大夏龙殿来了，想收购我们强盛集团，同样门儿都没有。杜长澤，你给我看好了，他太爷爷叫张北玄，这是他太爷爷跟你爷爷的合照。还真是我爷爷。这下你总信了吧？还不快放了我们！是啊，杜少，不妨让我们先见见杜老爷子，或许他们真的认识呢。弄了半天，原来你们俩竟然是想来杀害我爷爷的杀手，简直是找死啊！杜长澤，你今天要是动冰雨一下，你们强盛集团就真的不复存在了。他太爷爷很有可能是世外仙人。还仙人？我认的仙人才是啊！仙人？什么破大洋？脏了老子的手！爷爷。长。爷爷，我可不是故意要砸你的啊！你们两个还愣着干什么呢？把这两个刺客拉出去剁了胃口！混账东西，你活腻歪了吧？爷爷，你打我干什么呀？明明是这两個毒婦拿了塊破大洋過來，其實就是想借機害你。害我？對啊，爺爺，你看，他們還偽造了和你合影的照片，你看，這是張先生。杜老，是我太爺爺讓我拿這枚硬幣來拜訪您的，沒想到引起了這樣的誤會。你太爺爺是？我太爺爺叫張北玄。杜老，您認識他嗎？張北玄，壞了！要是先生他老人家那暴脾氣，得知我孫子欺負他的孫女，還撕了和他的合影，這爺爺，你可別信他們倆說的話。你看，這就是他們安排你的兇器。兇器？對。什麼兇器？分明就是玩具。你看我有事嗎？再說了，你到底是誰？誰是你爺爺？爺爺，你這是……老爺爺，你流血了。啊，沒事的。老頭子我年紀大了，血壓有點高，適當的放血可以有益身體健康啊。杜老，真的是我太爺爺讓我來找您的，沒想到引起了這樣的誤會。沒事，你們先回去吧。今天的事兒你當沒發生過，記住，我也從來沒來過，什麼也沒看到。那我們就恭候老爺子大駕光臨了。這杜老好像有點不正常，咱們還是趕緊走吧。爺爺，這幹什麼呀？難不成你還真認了太爺爺啊？沒事，我今天過來視察工作，發現你的工作進步很大呀。哎，爺爺，你終於發現我的優秀了。承澤呀，我年紀大了，馬上就要退休了。以後啊，我會把強盛集團交給你，出了什麼事兒，你可得擔着。放心吧，爺爺，放心吧，強盛集團我一定讓它發揚光大。傻孩子，若是先生怪罪，爺爺只能拿你頂雷了。太爺爺，我覺得那杜老爺子精神好像有些問題，我估計強盛集團不會答應你的要求，更不會出席今天的發布會了。放心吧，有太爺爺在，滄海那小子就算是爬，也得給老子爬過。從今天起，我匯豐樓宣布將和強盛集團達成合作，共同發展。天哪！如果匯豐樓和強盛集團真的合作，那匯豐樓將成為雲城第一大勢力，估值恐怕能突破萬億大關。聽說最近龍店一直在打壓匯豐樓，若是有強盛集團的撐腰，匯豐樓就可以絕地翻盤啊！真是笑話！我可聽說了，你們進了強盛集團，不僅沒有達成合作，而且還得罪了顧老爺子，被趕出來了。張冰雨，看見了吧？你所謂的靠山馬上就在富少面前倒台了，到時候你可就死定了。你胡說！杜老先生說過，今天一定會到現場的發布會的。是嗎？張冰雨，那你接下來是不是要說強盛集團已經被你收購了？真是可笑。是又怎麼樣？信不信我一句話就能收購強盛集團？誰說敢收購強盛集團啊？
竟然是强盛集团的大少爷杜成宇亲自来了，不过看样子不像是来合作的呀。据说此人是云城第一狠人，曾经一个人干翻了整个帮派，出了名的心狠手辣呀。小子，你还没资格跟我谈条件，叫你爷爷杜沧海滚出来见我，否則強盛集團也沒有存在。放肆！我爺爺的名諱也是你能叫的？小子，你信不信我一句話就會讓你死無葬身之地？老夫不過是凡夫俗子，但倘若你們想死，我不介意再多殺幾個。真的很有趣，在雲城已經很久沒人敢這樣跟我說話了。我很好奇，究竟是誰給你的膽量？你信不信我3個數就能讓匯豐樓徹底關門？你試試。3。杜少，威武！小子，你看到了，在真正的拳師面前，你就是個屁。不過嚇跑些阿貓阿狗，你們眼界也太小了。小子，我忍你很久了，還敢對我爺爺不敬？我告訴你，今天匯豐樓的門關定了，我說的。班長，爺爺，你怎麼來了？這小子就是用1塊大洋要收購我們強盛集團的白痴。你放心，我一定狠狠地教訓他。強盛集團什麼時候輪到你這個晚輩當家做主了？要除杜滄海，拜見張先生。先生，家門不幸，我不知道這個畜生竟然瞞着我，如此怠慢了小姐，徒弟我萬死難辭其咎啊！先生，爺爺，你是不是搞錯了？他一個20多歲的臭小子，怎麼可能是你師傅呀？而且你不是你這個臭事，知道你如此的頑固，我就應該清理門戶了。你這個畜生，放屁話！行了，別打了。你小子心裡打什麼鬼主意，我能不知道嗎？在這演戲。先生聖明，徒弟對您的愛猶如滔滔江水，連綿不絕，猶如黃河決堤，一發而不可收啊！滄海啊，跪下！老祖求你辦件事，把你的強盛集團交給蘇瑤打理如何？太爺爺，哪有你這樣求人的呀？既然先生有令，徒弟赴湯蹈火，在所不辭啊！還愣着幹什麼？趕快跪下來，拜見先生和小姐，快點！拜見先生，拜見張小姐。杜老爺子，您可要看清楚了，這小子根本毫無背景，您一定是看錯了。對先生不敬，小心我扒了你的舌頭！放肆！傅少可是龍殿未來的主人，你若是敢傷他，龍帥歸來就是你的死期！閉嘴！你再敢對先生不敬，我讓你徹底消失！你若是傅家，就算是整個龍殿得罪了先生，也只有死路一條。我算是看明白了，什麼張先生都是狗屁，這只不過就是你們這些家族聯合起來對抗我們傅家的一個噱頭。完了，難道太爺爺這是被人當槍使了？不過，老子告訴你們，我龍殿傅家勢必吞併整個雲城，君臨大夏。沒錯，告訴你，3日之後，不僅龍帥歸來為少傑舉辦認親宴，更是有天師府的老天師親自收少傑為徒。天師下山？難道是天師府的張靈師？沒錯，正是張老天師。我父親特意求得老天師收我為徒，所以你最好現在給我跪下，否則的話，晚了可就沒機會。想不到靈山這小子收你為徒，等他來了，你信不信我打爛他的屁股？你放肆！敢對老天師不敬，你還真是無法無天了你！太爺爺，你收斂些吧，那老天師可是傳說中的神仙人物，你說不定說壞話，人家都能聽到呢。等着吧，到時候本少爺會把你們一個個的全都弄死。想走？你3番5次欺負我孫女，今天斷你一臂，就算給你點教訓。臭小子，你敢！滄海啊，你和小六子真是一個東西，自己做出點生意就縱容兒孫胡作非為，對嗎？師父教訓的是，滄海知錯了。杜大超，先生有何吩咐？滾！啊，完了，沒救了！太爺爺真是把自己當大佬了。對了，瑤瑤，能不能請你幫我一個忙？怎麼了，冰雨？你說，你有求我必答。
明日的认亲宴實在太過凶險了，我不想讓太爺爺冒險。咱們今晚一起把他灌醉，讓他參加不了認親宴，好不好呀？灌醉？小丫頭今天真不錯啊！太爺爺，多虧了你，才能讓瑶瑶重新掌管匯豐樓，我們也算沾了光了。今晚咱們多喝幾杯。就是不知道老爺子您酒量如何呀？是啊，太爺爷，你不会不能喝吧？屁！太爺爺那是千杯不醉，號稱太白酒仙。來一個。大姑娘，這次認親宴你就給我看好了，咱龍殿要是敢護着傅少傑，我就踏了他的龍殿；天師府要是護着傅少傑，我就滅了天師府。媽了個巴子！给我念！滅了天師府！他媽了個巴子的，滅了天師府！太爺爺，你真厲害！你倆可真不愧是爺孙倆，都是一杯倒。想當年你太爺爺我那是神州陸沉，我是一劍渡東海，劍斬東瀛龍脈，才能換得大夏的萬世太平，更是被天師府稱為祖師爺。劍來！张彬宇和张北玄这两个贱人，真是处处与我作对，与整个傅家為敵。放心吧，杰少，明日龍帥歸來，他們只有死路一條。斬龍劍，難道父親的修為又突破了？若真是如此，這天下除了天師府的張天師，恐怕龍帥再無敵手。等父親歸來，我定會在這認親宴上將那個張北玄給碎屍萬段。飛劍，老爺子你果然是長生仙人，我早該想到，你能起死回生，早就已經超凡脫俗了呀。劍斬荷花了一更別我，二更輪迴。乖孫女兒，今天太爺我高興，給你上個才藝。你看看什麼叫做一劍開天門。你快收了神通吧。也罷，乏了，睡。妈了个巴子！誰把你閨蜜塞我床上來了？冰雨，早上好。你簡直是禽獸啊！你這樣對得起我太奶嗎？你別給我胡說八道啊！我清清白白的我。瑤瑤，我讓你把我太爺灌醉，是讓他別到人家認親宴上，你才能直接把他給睡了呀。你個死丫頭，你敢算計你太爺爺啊？我告訴你，認親宴我去定了。傅少傑一定早有準備，集結了無數高手，還有傳說中的天師，你一定不是對手。刀在手，跟我走。少傑的認親宴馬上就要開始了，10分鐘之內趕到雲城。是，龍帥。此番受龍帥之約，下山赴宴收徒，爾等要好生看守山門。謹遵師命。這就是傅家失蹤多年的少主嗎？據說今日不僅龍帥歸來，更是引了天師下山，親自收傅少傑為徒。天哪！身為龍帥之子，如今要被天師收徒，整個大夏何人能有如此殊榮啊？諸位，今日乃我傅家大喜之日，我失蹤多年的弟弟終於
家族，此乃第1喜。这第2喜乃是我的弟弟将正式接管龙殿，成为龙殿新一代少主。拜见少主。少杰，快取下斩龙剑，你便是新一代龙殿继承人。传说斩龙剑乃100年前先人所留飞剑，若是能手持斩龙剑，少杰，整个大夏都将以你为尊。我終於等到這一天了，先人之劍，君臨天下。傅少杰，別急着認親，太爺爺我來了。沒想到你們還真的敢上門送死啊！張冰雨，你來了也好，正好見證一下自己究竟錯過了多麼優秀的人。可惜這個世界上沒有後悔藥。就憑他這種低賤的身份，也配進我傅家的大門？下輩子都不可能！像他這種忘恩負義的人渣，我張冰雨不稀罕。乖孫女說得好，什麼他娘的狗屁傅家，你太爺爺我今天讓他們沒錢。放肆！敢不把我傅家放在眼裡？今日我讓你們走不出這扇門！張冰雨，我實在搞不明白，到底是誰給你們這個小白臉的勇氣，敢到這裡來鬧事？他太爺爺站在這，就是他最大的底氣。太爺爺，你以為靠着坑蒙拐騙，有點錢進了這個大門就了不起了嗎？啊！我告訴你，進了這個門，就你騙來的那點錢啊！廢紙，在這兒大家拼的可是權勢，是你這種泥腿子這輩子都無法擁有的東西，你明白嗎？沒錯，張冰雨，即便穿上再貴的衣服，也依舊無法掩蓋你骨子裡的下賤。從今日起，整個雲城乃至整個大夏都再無你們容身之地，還不跪下！跪下！就憑你們區區傅家，死到臨頭還不自知，你真以為自己很能打嗎？實話告訴你，你在龍殿的實力面前不堪一擊。小丫頭片子，你似乎沒明白，老子不是針對你，我是說你們龍殿在座的都是。你找死！小和我動手，你沒那個資格。大唐商會，匯豐樓，長生集團，陸氏家族，拜見張先生。太爺爺，你可真是個影帝，演得連4大家族都相信你是那位張先生了。什麼演戲呀，死丫頭！你太爺爺還需要冒充別人嗎？難怪你這個小白臉如此的囂張，原來你的背後是有4大家族做靠山。傅少傑，別以為你是龍殿少主就覺得自己了不起。我告訴你，在張先生面前，我面前這些人都不夠看的。4大家族在雲城或許有些實力，但是在我傅家，在龍殿面前，不過是稍微大點的螞蟻，更大不起來。一群老弱病殘，你們是選擇跪下來臣服，還是負隅頑抗？本少今天就給你們一個選擇，怎麼樣？叔兄，沒想到此生還有機會為張先生一戰，此已足矣。此生能夠為先生而戰，是徒弟的榮幸。好，很好，那本少今天就把你們的腿都打斷了，讓你們這輩子站都站不起。你們區區2個老掉牙的武道宗師，還妄想和龍殿抗衡，何其可笑！張冰雨，等解決掉4大家族，我會好好讓你認清現實，把你折磨。姐，不必留手，今日我要讓他們徹底的絕望。投降吧，龍殿不是你們能抵抗的。媽了個巴子，這點人都打不過，真丟人！乖小女兒，把這酒給這2小子灌進去。太爺爺，現在都什麼時候了，你還想着喝酒呢？依我說，這送行酒不要着急喝嘛，等待會兒我把你們全部都弄死，我在你們的墳頭上道個告，還愣着幹嘛呀？快去！感謝先生賜酒。好酒！
臭小子，你到底给他们喝了什么啊？一口酒，居然让他们突破了武道宗师！冰雨，我早就跟你说过，你太爷爷非同小可，这世上没有人是他的对手。太爷爷，难道你真是传说中的世外高人？太爷爷只知道，这世上早就没了对手。太爷爷，你又没喝酒，说什么胡话？嘿，臭小子，你別以為靠着這兩個老東西臨陣突破，你就可以高枕無憂了。龍殿將士聽令，讓他們看看我龍殿的底蘊。小子，現在外邊有上萬名龍殿宗師，光憑這兩個老東西可攔不住。好一個父親，好一個龍殿，身為大夏的守護者，卻向弱者揮出屠刀。這個世界本就弱肉強食，你一沒權勢，二沒背景，就理應給我低頭，給我跪下當狗。那你可知道天日昭昭，人的憤怒也能引起天怒。違法，結起！不好了，少主，外面的兄弟全部被雷电擊中，喪失戰鬥能力。什麼？傅少傑，你還有什麼仰仗儘管使出。今天老子讓你死個明白！臭小子，告訴我你到底幹了什麼？這怎麼可能？殿上萬名宗師，怎麼可能一朝覆滅？傅少傑，我是不是說過，今天的宴會就是我的終結？怎麼？你還想殺我嗎？啊！我告訴你，我可是龍帥之子，在這個大夏，沒有人敢動我。好一個龍帥！阿若，宋公一起歸西，讓你們一家整整齊齊的上路。誰敢傷我兒？敢傷我兒，小子！你若自絕當場，我可留你個全屍；如若不然，我把你們班門抄斬。就你小子叫龍帥？怎麼現在終於知道怕了？父親就是這個小子，大鬧任情宴，絲毫不把咱們龍殿放在眼裡。龍帥，你的兒子背信棄義，理應受罰。沒錯，龍帥，你若能夠親自懲戒此子，興許先生會寬恕龍殿。我兒子什麼時候輪到你們來教訓？劍氣，你竟然突破了武道巔峰，修成武聖。武聖又如何？依然不是先生的一合之敵。好啊，本帥的斬龍劍，好長時間沒有見過血了。斬龍劍不過是我當年不用的一把棄劍，你們龍殿還當成寶貝一樣供着。可惜了，你練的是武，我修的是仙。這不可能！劍惡成魔，今日我斷劍。什麼？父親，太爺爺，他的劍怎麼爆炸了？該死，這斬龍劍怎麼突然失準了？小子，今天算你運氣好啊！我看你們還真是不到黃河心死。好，那老子就送你最後一招。我被斬龍劍所傷，不是你的對手。可是天師府天師馬上就要收少傑為徒了，我看你們怎麼能動呢？沒錯，天師馬上就要收我為徒了，而你今日殺不了我。老爺子，那位老天師據說修為上百年，修行頗深，我們恐怕還是小心行事吧。是啊，太爺爺，他們畢竟是名門正派，你就算有點小本事，但是畢竟也是一個散修，咱們還是趕緊跑吧。哎呦，你個小丫頭片子，就會長別人志氣，滅你太爺威風是不是？你讓那個老天師滾下來，看你太爺爺不把他打得滿地找牙呀！天師下山，拜祖收徒。就你這種敗類，還想拜師，我可不答應。哼，臭小子，別以為你會點旁門左道就可以自視身高了。我告訴你，在天師面前，玩的都是螻蟻，是嗎？你們給我睜大眼睛看清楚，到底是誰？天地無極，萬流歸仙。你是
師府祖師爺長這麼像，難怪他們如此敬重你。冰雨，你還沒明白嗎？你太爺爺就是传说中的那位绝世仙人。我不信，太爷爷要是绝世仙人的话，那我還是七仙女呢。哎呀，你个死丫头，就会拆你太爷爷的台，对吧？简直就是荒谬！就算你有几分实力，也不可能是天师府的祖師爺。没錯，少傑，快拜了祖師爺畫像，你就是天師府的弟子了。當今天師靈山這人的忽悠，看誰敢再動你分毫！既然你們這麼想給我磕頭，那還不跪下？想要成為天師府弟子，需要對着祖師爺畫像3叩9拜。若是得到祖師爺認可，將會獲得天官賜福，從此百無禁忌。祖師爺在上，我傅少傑願入天師府。看在你磕頭的份上，那就給你點福氣吧。天官賜福，我得到了祖師爺的認可。太爺，快跑！一旦他成為天師府弟子，就是至高無上的存在，到時候我們想跑都來不及了。哎呀，傻丫頭，他恐怕沒命了。少傑，你的手！小子，你竟敢阻撓天師收徒，你就是有10条命也保不了你。天師又如何？見了我也得跪着說話。放肆！你敢對天師爺這麼說話，分明是不把天師爺放在眼裡。你們所謂的天師，不過就是當年給我泡茶的一個童子，也配讓我給他面子？尹大要收的弟子，何人敢動？天師在上，此子不僅假冒祖師爺，還阻撓您的收徒大典，實在罪該萬死。弟子傅少傑拜見師尊。好徒兒，起來吧，讓我看看究竟是何人膽敢。我這是入夢了吧？竟然見到師傅的老人家！不，等等，這不是夢，你真是……靈山啊，出息了！收了一個欺負我尊女的徒弟，你做的真好。我欺負他又如何？我有張天師在，你又能奈我何？我讓你收徒，我讓你收徒，我讓你收徒，讓你收徒，讓你收徒，讓你收徒。瑤瑤，我沒看錯吧？太爺在毆打天師，難道他真是天師府祖師爺？仙人，我們竟然得罪了仙人！這不可能啊！對，這騙人的一定是你，裝神弄鬼的在騙人。我告訴你啊，你別過來！怎麼着？現在怕了？你忘了，但我記得冰雨為你付出了多少？太爺爺，你說少傑會不會對我好一輩子？你這是？太爺爺，我這是準備嫁妝呢，以後我結婚了，一定會讓你過上好日子的。我真的錯了吧，冰雨？我真的錯了嗎？傅少傑，你錯沒錯，已經跟我沒有任何關係了。冰雨，我欠你的，我會還。可是我就算是死，我也不會後悔的。我傅少傑生當為人傑，死亦為鬼雄。少傑，太爺爺，讓一切都結束吧。好。太爺爺，你竟然是傳說中的長生仙人，能不能給我講講你以前的故事啊？好，乖孫女兒，太爺爺帶你離開雲城，去太爺爺曾經闖蕩的帝都看看。我也要去，我也去。啊！乖孫女兒啊，好像要下雨了，我得回去收衣服。